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临时会伫民进党甲无党议员签到之下，上午11点外人数过半升会。不过国民党并无承认临时会召开的合法性，所以阻挡大会主席郭信良行上主席台，而且佮霸占主席台，最后拿咧双方演变成激烈的冲突，再度有议员受伤送病院。各地临时会主席人数达到32人，大会主席郭信良要行上主席台时，所遭受国民党议员的阻挡。好不容易已经行到台前，但却被多位国民党女议员霸占主席台，那里双方杀来杀去，都不时用椅仔甲茶杯啊攻击，爆发严重的冲突。冲突当中，议员赖慧媛被椅仔牵到胸坎，而王家珍也全身到处受伤，拢纷纷叫救护车送医治疗。有叫救护车。议员，要不要讲一下你现在哪里不舒服？不舒服，还是没有办法讲话？最后，在一阵混乱当中，大会主席郭信良宣布休困，等待下晡2点进行议场投票。对此，民进党启动部主委颜顺泽谴责国民党先使用暴力霸占主席台，强调下来将依法进行议场补选。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遗憾。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员在主导整个议事的进行。那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按照行政院的命令，就是依法补选，不要主导议事的进行，让议会的这个龙头能够顺利来产生。而针对下晡2点将要进行的议场补选，国民党则是表示会继续阻挡，卖让会议顺利进行。台新闻站上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会下晡进行全国第一个记名投票议场补选。除了国民党无出席以外，其他包括民进党、无党甲台联的议员，总共33个人参与投票。最后由着民进党推派出来议员赖美惠当选议长，并且预计在10月5号上午进行宣誓仪式。议会国民党团因为质疑利用临时会补选议长的合法性，所以将投票箱甲投票处撒互倒，阻挡议长补选的进行。3议员名单来投票选举，咱今仔日民党进行咱市议会，既然违反选举临时立法团体的选举，公共事业去，公共要求的是选举合法。诚实来证明，不是讲我民进党人较济，我民进党做副议长，我特别选举。内政外交经济两岸关系你处理好了吗？你不去处理国家大事，你处理台南市议会整个台湾的立场，处理整个台南市议会只有副议长是我在当主席，这样的一个总统，你算全民总统吗？你算全民总统吗？这个选举合法
不过，在大会主席郭信良宣布休困5分钟了后，民进党甲无党以及台联的议员拢重新进行签到的动作。接下来，全国首创议长选举记名投票的选举正式开始。来看这一次的补选，因为创下所有全国的首例，包括呢记名投票，包括认定唱票的方式。投票的整个的过程，全国没有一个案例是这一次只驻立法院通过记名投票第一次，全国都在看。在第33位议员一个记名投票之下，在下晡3点完成投票的动作，并且在大家的见证之下进行开票。最后由民进党推派的议员赖美惠当选新的议长。对此，伊除了感谢无党、台联以及民进党同心协力的帮忙，也强调未来将带领议会做好监督市政，甲协助市府推动市政的工作。大家辛苦了。再来，我也要非常的感谢全国关心我们民主政治台南市议会议长补选所有的乡亲父老们。那再来，我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议会同仁。台联党无党，还有我们民主进步党，包括所有的同仁同心协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能够顺利的在补选的议长来产生，谢谢大家。今后我将以我们政党和谐对我们的议事，期待大家共同理性的来问政，来监督我们的市政，来协助市府推动我们的政策，让我们的大台南市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过一个幸福的日子。谢谢大家。第5次议会新的议长伫今日诞生，并预计伫10月5号上午11点进行监告甲宣誓的仪式。台湾新闻站山王子豪采访报道。第10届爱在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北区初赛，10月1号暗时伫福安宫广场展开。今年参赛者年岁上大76岁，年纪上介轻的只有6岁。伫最后一场北区初赛过后，10月29号将会进行总决赛。伫台南社区大厦魔酒练舞社热情性感的带动之下，爱在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北区初赛正式登场。会场包括议员陈丁、谢龙介、北区区长谢振业，甲这位里长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场面相当热烈。那首先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双子星3冠王有线电视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每一年我们所有爱唱歌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爱在社区的卡拉 OK 欢唱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呢来大展歌喉所以我想要特别感谢我们双子星3冠王的用心。那我想也要再一次祝福今天我们的比赛圆满成功我们就很容易一个好朋友，咱今仔日来比赛的朋友来咱摕到家己上好的表现摕到上好的成绩。咱所有的好朋友，坦白讲咱双子星呢，我用因的产品呢，拄第一年用较准啦人别人用啥物网络有的，无啥物咧用着塞车啦、打怪袂拄好啦，阮拢袂，我咧用愈用速度愈紧所以我是因公司忠实的爱用者我一向呢言之有信啦，所以这毋是代言啦，这是讲甲恁报互恁知大家互相来捧场。我们全家都一起来参加，包括我们一些行动不方便的朋友等等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本来开始都是个人那现在已经推广到家庭或是家族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我们现场的朋友给我们双子星3冠有限公司给他们感谢一下鼓个掌啦！真的实在是非常不简单10年一个活动办了10年，然后累积这么多希望我们3冠王跟双子星有限公司这个活动继续办下去，要办个100年好了啦，这样好不好？好。
北区初赛当中，拄来起历届参赛者再次前来挑战，毛济济新人报名，其中妈妈带着朋友甲查某囝4个人的组合，甚至有年龄就6岁范玉维就在演唱流行的7节玫瑰花，突然改变比赛方式以后，竟当吸爱唱歌的民众前来挑战，而最后成绩出炉。大家组前3名，第1名蔡欣怡，第2名苏玉如，第3名黄俊元。最佳舞台魅力李鸿明，最佳舞台造型则是黄富美。另外各一组前3名，第1名王素琴，第2名黄振峰，第3名王珊珊。最佳舞台魅力是郑雅玲，最佳舞台造型则是陈立青。前3名分别进入总决赛资格。爱着你亲像冷冷风扫过情关，离开你才知冷冷风使人心寒。亲像甲你孤单，若无人要成全，我甘愿听，甘愿受予人。爱着你，阮是全天下最浓的人，离开你做着全天下最浓的梦。知道世事多变，难以去琢磨。希望我能再相望那般悠悠，何不回过头，好好看着我。主办单位表示，北区初赛是从伫10月8号开始，伫第4频道卖分段播出，同时也请民众10月29号前往水平公园参与总决赛盛会。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有看见马上带来新闻细条。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民进党台南市党部10月2号举办台南雅语亲子歌唱比赛，吸引来自越南甲印尼等国家的亲子组队参加。参赛者用母语，又个唱歌，又个跳舞，表现出对家己家乡的感情。配合民进党中央妇女部推动的新力量发声，台南市党部10月2号伫南区南道里活动中心举办第1届台南亚洲亲子歌唱比赛。这摆特别的比赛，吸引来自越南、印尼等国家的新移民报名参加。参赛者除了早来家己国家母语的歌曲以外，也拢认真装扮，唱出家国家风情的服装甲特色，争取上好成绩。会中市党部主委颜顺泽表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同时鼓励大家认识台南亚语言文化。也希望借着歌唱比赛达到文化交流，让国际的朋友更能够到台湾来这个地方来形塑一个新的台湾文化。那目前的东南亚的文化已经是台湾文化的一种了，里面它不可或缺的。所以今天来这个地方推动这个整个一个歌唱比赛，我想它的意义不是只有歌唱比赛，它的意义也不是只有亲子活动，它的意义是我们即将迈向国际化的开始。我们希望今天活动呢都能够顺利成功，也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找到亲情，找到快乐，找到思念故乡，找到在这个地方
再度发展的力量。比赛当中，会当看出所有参赛队伍拢是专业以赴，除了歌唱以外，也配合舞蹈，加上亲友团组阵，现场气氛会当讲是热烈个紧张。市政部表示，比赛最后选出的前3名，奖金分别是1万块、6000块加3000块。另外，还有3名优选加1位人气奖。这2名将受邀请参加12月中旬的全国总决赛，争取3万块的冠军奖金。第一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由三立货柜屋实业社主办，台南市万寿旅球协会承办的三立货柜杯国际万寿旅球赛，10月1號、2號2天進行48場的比賽。結果海外組加國內組分別由東莞台商隊甲台南市亨達來拿下冠軍。被比如做當今國內外萬壽旅球界上屆選召級的比賽。三立貨櫃杯國際萬旅賽在台南市開打，今年報名情況超過以往。在國際組都有4個國家8支隊伍報名，國內組也有12支縣市隊伍參加。比賽水準非常的高，主辦單位希望借着舉辦國際賽事，會當拍響台灣萬壽旅球在國際上的名聲。那我們也從去年開始來辦理這個三立貨櫃杯台商的這個國際邀請賽哈，那邀請從中國、越南、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的這個台商朋友可以回到台灣來哈，以慢速壘球來會友。那所以我們就從今年已經邁入第2屆，那我們也分成國內組跟國際組2組哈。那國際組就是邀請各國的台商朋友，還有其他這個美商、日商的朋友一起來。那國內組的部分就邀請國內的幾大各縣市的這個勁旅來到台南來競賽哈。那這2天10月1號、2號在蘭德地區的幾座球場來進行這個賽事。那也希望這樣的一個慢速壘球的比賽，國際邀請賽，可以讓更多的台商朋友回到台灣來。比賽經過2天激烈的競爭，結果出爐。國際組由東莞台商隊得到冠軍，亞軍隊伍是台積電，季軍是群創光電。國內組由台南市亨達奪冠，亞軍高雄市夏綠蒂，季軍遠東科技大學。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東區東明里甲台南市東區青工會聯合舉辦大型關懷活動，同時結合社區關懷，幫助弱勢甲愛心義賣，khiến大批市民前往現場同樂。東區東明里長郭秀琴甲台南市東區青工會長王世進10月1號在里活動中心舉辦中央關懷活動。除了關懷摸彩，鼓勵民眾響應，在現場更加安排趣味的親子參觀活動，讓真濟家庭在做公益的同時，也當親子同樂，非常有意義。我們東明里活動中心舉辦我們愛心捐血活動，還有一些義賣的活動哈，在此也呼籲我們社會民眾能參與我們更多的社會關懷，然後像我們的青工從事更多的公益活動就像我們青工總會，我們的主旨，我們是關懷社會青工有愛在這呼籲我們更多的我們的年輕朋友可以加入我們青工府城青工的大家庭。我們能夠一起來承辦這個捐血活動，那也一起跟里長來響應這個捐血跟公益的活動。那一大早我們也看到小朋友很有活力的展現他的一個青春洋溢的一面。那今天希望今天能夠在這裡能夠把這個大會能夠圓滿成功的把它舉辦，然後把這個公益活動繼續的生根扎根下去。現場也結合在地店家提供免費愛心義診按摩，其中縣委企業董事長王建元、雙通企業董事長王世進等真濟愛心的企業，攏共濟關鍵物資提供予東明里作為活動的禮品，讓每一位參加的民眾攏生甲非常的歡喜。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新聞之後，咱趕快來關心氣象。
明仔载是7分，地将转好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9级。感谢你收看10月3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